這擺個就是勞動節啊，有恁佇銀行呢是來做一份上班族職場的幸福感的調查，讓上班族家己的職場來拍分數。這當中拍60至70分的是佔上濟，無滿意的原因主要就是有要落成呢，是因為薪水上低，佮有這個加薪水有影的是加班。今年5月的這個勞動節呢，數十個勞工團體因也會來辦這遊行，針對各種這勞動議題來提出改革的訴求。A 有2次 ，B 有3次。運用時間兼職的補習班教課，這位持小者嘛有做展覽場和會議的中英翻譯等等。伊講原本在企業做行政6、7檔，月給3萬2，定定愛加班，身體嘛怕歹去。為着要有更較好的薪水甲生活，時頭路做無共兼職，嘛因為安尼薪水加1倍多。就因為想要轉換不同的環境跟提升薪資的收入，所以離職。那之後兼職改往兼職的這個部分，就是薪水比之前多大概1.5倍。過幾兩天都是勞動節，有人力銀行做一份上班族職場幸福感調查，甲家己的職場拍60、70分的佔上濟有33.8%。無滿意的原因有要達成，是因為薪水上低、加薪慢，另外也有公司福利歹，也是主管意見無共等等。他們最希望的當然就是政府可以保障薪資啦，可以讓他們的基本工資都有調漲，然後呢，因此可以反映物價還有通膨的一個生活成本。然後再來，他們希望呢，政府可以比如說開始倡議週休3日啊，或者是每日縮短工時這樣的一個政策試辦。根據主計處公布的國內經常性薪資中位數是38319塊，不過專產總指出，國內其實有69.75%的勞工薪資攏比中位數較低。今年5月初1勞動節，因也提出4項訴求，包括要求勞體薪資雇主強制提報率按修法逐年調懸，嘛要修改勞動基準法，針對勞動資遣費的頂限調懸到15%，另外也有加關勞保投保薪資頂限等等。下面就因未來造成所謂的老年貧窮的問題，我就希望講透過修法的方式，建構一個更加完善的社會安全網。今年勞動節，專產總和台灣工人鬥陣總工會等等數十個團體組成的5.1行動聯盟，也針對各種勞動議題提出改革的訴求。遊行是打算對凱道行到立法院群獻樓，因也呼籲國內3大黨應當愛出面回應勞工的訴求。記者盧尚珠、鄭俊堯台北報道。